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的》，我係吳依容。我哋看新年嚟啊，韓國人哋這個萬歲時節吼，就會塑造，手做一件事情，其實佢重要。我哋會講沙奶啊、康奶卵啊，韓國做嗰度乜嘅熱麵仁啊、羊奶啊，韓國嗰度紅牛肉啊、人工嘅啊都，唔過都太熱，我哋咧蔬果廠都搶拿來做食。好，故說做蔬果年嘅時節，如果本人能感覺嗰種幾多萬歲時節，會很有童心嘅感覺嘅嗬。啊，也幾多年，他也會發現到，蔬果年咯係按奇妙按本人幾多天真時期嘅嗰種感受。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，一路係過會做蔬果年嘅先生，歡迎胡美香先生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我係來自苗栗的胡美香。好，先生，唔係苗栗人，家都嘉東，屏東嘉東。屏東嘉東，哦，係一度歲嘅時節，25歲。係，哦，兩位熟悉到老公嘅咯，兩位家都嘉東來嘅咯。家去讀書，讀台中商專，佢坐火車，我媽坐火車。看到眼第一下，係哦，就講下講小課就認識咧，哇，就較中意，就中意嘅都。迄個火車風俗事嘅哦，哇，按浪漫嘅吼，吼，故說安尼加多，你是唔是加多？咁一開始係做先生哈？我今年學到畢業，加無頭路66年加當流行。考推科老師，就考到，佢有並且佢1年13年咧，就到苗栗頭屋嗰邊教。哦，一開始係教書，睇國小咩？國小。哦，咁人家教書有歡喜冇？唔好教書冇？唔感覺？好啊，我從細都喜歡細人咧，個老人家。當我老嘅講法，從細就係安尼哦，當喜歡。因為我爸爸係李總加有送中央日報，中央日報有一個專欄叫做日行一善，嗰時候我就常常看到喜歡嘅有安樣心情啦。有安樣觀念啦，就對細人嚟講，老人家當喜歡。哦，係哦，故說去教細人嚟，都本單都喜歡嘅事情安尼。當喜歡。好，咁你是唔是家多家動？還繼續有睇教書哈？還係都做家庭主婦？就冇教書咧，家己又賺了教幾十年咧，個因為姜太嘅。個天嘢要供送上嘅，嗰時要上面來嘅，太無限咧，都冇辦法。哦，就係顧家庭啊。哦，咁唔係乜嘅資源獨到，也嘅蔬果年嘅咯。嘅前線就細本來就以後做啦，嚇。個後尾生意呢，他嘅各種家嘅家政老師又搞家到做鳳梨講鳳凰鳥。當獎，我都天天學啦，天天學嘅年紀越來越大，就學越來越多東西，又讀，又轉來屏東80年又開始開課接觸較多學生嘅，因為就今年咧，屏東都開始3隻學校，有機會教到安樣嘅，機會做公益，細年嚟乜當喜歡，個要再買個雜書、折紙書落學，看到佢哋安喜歡，就越教越快樂啦。哦，你一開始後來你再去推課嘅時節，如係教蔬果年嘅係咪？哦，咁主要做嘅一道材料有乜嘅啊？做蔬果年嘅材料。一下因為書記要按法他地包要當到教嘅。嗰個就本來係斷帶鞭炮嘅，斷帶鞭炮當獎，太鞭炮小，自炮嘅，太嘅細，嗰個也學絨毛巾嘅，絨毛巾也當流行，就做法，嘅地方要學好多當到，做法個當到通屋，玫瑰香花，個做蝴蝶香花，個做蜘蛛。
动多种啊。你还记得你一开始第一在做的，係用乜嘅材料做的嘛？铁就用缎带就个鞭炮，就用个做的，因为个做较强，个个调的，调的冇人会做，个各种老师先教，我就学到调的较难，我都各手教冇伊咧话，个教太年。又搞到伊咧話，佢又冇做嘅，其實都冇做嘅。你講頭前嗰種調嘅，調嘅講到鳳凰鳥，係，幾個難係咪？個困難。係哦。我都貼喺行埋呢度有節目，去買日本缎帶，做我勁亮，佢都好冇縫線嘅啦。佢縫線。哦，而啲難係難睇啲動嘅顏色，像中國結嗰種係咪？編織因為我夾髮夾。其實係要用個鐵絲哈，鐵絲吊的，哎呀，小朋友有飛的感覺，哎呀，當獎，係唔插花噶哈，再加兩隻條啊，就有鳥語花香的，當好看嘛，當上。真係用嘅，因為個鐵絲冇掉起來，因為人哋講冇感覺。不過人哋看起來都過獎嘅呢，嗬。啲按樣啱頭髮有老人做個結婚架，中間疊喜，嗬，也喜字嘛，嗬，太啦，嗬，旁邊因為鳳凰魚飛，冇人我做條就做5公分嘅兩片，按樣嘴對嘴。哎呀，都當獎誒！哦，也算難圖輕果誒。我看到你嘅作品吼，最有印象就係一個糖果子，原來萬歲妹有做呢？有吼，買本生日嘅事嘛，哈，小朋友說做糖果子，其實還做得較大嘅，我冇貼去買啦，也做太子妃糖，就做也較細，都有新娘娃娃啦，兩種做新娘娃娃跳舞嘅啦。哎呀，嘛當好教，我哋會用雙面膠貼到後邊布告來我的作品。佢講呢，你做的版本就比較精緻誒，我就講你萬歲做的如果簡單，如果雜啊呢，如可以打結，正反天我媽貼俾你。係吼，哎呀，對生日呢，真嘅都幾簡單嘅東西，都可以做出一啲人工嘅出來。按教。青色生日呢可以做嘛嘅，就可以做糖果子嘛，嗬。一年生呢小朋友就會做誒。哦，咁還有一年生可以做嘅，還有乜嘅？像個紙炮嘅係咪可以？紙炮實到起子班搞過，因為老師看到我做按樣講，佢生日嘅結婚嘛係我做。太鞭炮，個5公分嘅叫做很多太鞭炮，個當呢做小鞭炮，室內吊嘅太鞭炮就室外，結婚家喺我做兩串做4隻吊嘅木卡，增添喜氣啦。係啊，你看起來很嗰個吉祥嘅感覺嗬。起子班喺我搞嘅3公分咧，樣嘅紮，係小朋友紮嘅，弄個樹行哎樣好高啦。穿家係老師穿啦，個愛穿啦，麻煩家的染啦，染到一眼前嘅。還有其他種，還有嘅係字，嘅髮哈，嘅雕啊嘅係髮。紫鶴風鈴。紫鶴風鈴哦。故意用客家啊，嘅代表祈願祝福的鳥。我做嘟18號。今年搞長隆沙區嘅老人家做，馬一奶做我1點半鐘做我晒，有天的1隻2隻嘅，我講做6隻一串。咁那個雕呢？還有個燈籠係咪？燈籠就當啱用縫包紙做嘅，5隻縫包紙，紮嘅要釘出針釘，嗰個當難。一隻做20分鐘，嗰個2隻做40分鐘左右嘅半點鐘。我就因為也是做太多嘅，今年做太多個有時間又起來嘅，還徛唔起。因為我做太多年咧，30年咧做按樣做，
我喜欢。哦，就做到时间太久诶，做到有职业病的没？做洗澡做数码台做了，因为我想本人专去新年拜奖啊，增添喜气啦。嗰所越做越多。佢很人買，哦，就係要做嚟數年，咩要做嚟賣。哦，唔過因為做一隻攞20分鐘。嗰一堆做40分鐘。要當硬嗰個數斤稱，因為我一輕嘅，輕，我去雜。雜要剪刀拿佢壓平，壓平堆定要定數針緊頂起來，再有辦法。按醬唔係按簡單做嘅呢。也就較麻煩。哇！可是沙灘嗰度人家嘛有做啊，我哋都嘛係1點鐘做1點半鐘做先做一隻，聽日再排在1點半鐘就再排一隻。咁你一堆燈籠，係我買幾多錢？我買80元。哈！按你說你放下，你時間成本按高呢？嘅紅包樂嘅嗬，因為都嘅購物平台買嘅較便宜啦。係啊，當然紅包樂嘅便宜，唔過數據貴啊，嗬，都係因為線上好做啦，嗬，嗰時候都冇講一個成本啊。然後了解下聽過幾小場嘅負面向線上來同人哋分享，而做也按到數據你嘅心得。分享到咗嚟福喜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蘇古義先生、胡美香先生。頭到先生有講到話做嘅燈籠嗬，一堆都要40分鐘來做。唔過請買80元，我講我睇少嘅呢。唔過幾難添加手工嘅東西嗬，我睇下感覺，一個確實唔愛很花按多時間，冇按簡單嘅。唔過愛人用正經嘅時間成本去算嘅價錢。唔要大家要唔係買哦，幾難哦。唔過要按好做呢，做到有時間呢。因為看到喜歡呢，有興趣去做，要按這樣嘅東西，嗰個越學越多。有人愛人嚟學，有人愛人嚟學。頭擺又去國小、國中、平年、沙灘，個圖書館要搞過，要搞，就有人喜歡我就搞啦，個越搞越多，大家都知道懂得啦，又唔係貴又好搞啊，就搞下去，越搞越多人。唔係某個時節開始去擺攤呢嘅呀？一開始係先做嘛，嚇，一開始做嘅都有去擺攤呢，有去賣嘅想法嘅嚇。係生意呢，因為三個嘛，要送上嘅停定，嗰時候85年，前邊有學到85年開始，86年、87年、88年，就有到嘅嘉東國小100週年慶。都夾嘅停車，剛剛係夾手工藝老師做的擺攤嘅有發通嘛嗬，我都擺檔多，今年係買到10400嘅咧。我越做越多，我味道也一長嘅發通，我要做半年咧，越做越多，嗰時按到，嗰時我玩研究卷咧。建築給老師講，因為做研究卷就講，幾乎學過，唔係全部不學生嘅就係啦，個學生嘅冇買到研究卷唔敢念啊，媽媽教師嘅就5000嘅人，買頭就個現金嘅，我就想。唔怕啦，冇關係啦，嗬！人有人嚟講冇再買嘅，可是學生嘅還有研究卷，佢唔可以講冇買啊！我都存咧要建築嘅方法了，一幾盞4萬元，當好搞嘅幾嘢拿燈都貼嚟冇，有飛的感覺就要變現場要做啊，都全部賣槍啊！哦，係哦，哎呀，都幾乎學過，
给老师讲帮忙啊，嗰时咱拿到一啲嘅钱赚来做成本恁哦，嘿哦，好高啊！哦，第一摆摊咧，如买嘅1,000,000元啦咧，虽然唔係自家穿，吼，係幾乎好高。哇，唔過幾擺安尼擺攤咧，係咪如果有信心嘛？想講按到人好安尼嘅東西。有，係學個。像義光國小有運動會，我媽去橋德國小嘅放療啊，我媽去，因為我有去搞啦，因為我在我係今年咧，例如有的公家，像溫子國小係3張年咧嘅語音家，我都個做老師，個有發通，我要做去擺啦。你擺攤咧有拄到嘛個人客，唔感覺個有影響嘅冇？之前講人客都喜歡嘛，學生嘅嘛喜歡啦，我就按樣講，我就講，就反正就欠錢的目的就想要賺一啲的錢啦，欠錢賺一啲的錢，個大擺去擺攤就講祈禱講，今天遇到伯樂，有心送兒女，希望多買一啲的錢，因為我卡冇成法，就買一啲的錢，還有做得有人喺愛搞冇，佢話係咧。無太太嘅嘢無按好穿係咪？無按穿，佢無按到人買啦，就當希望人人嚟買啦，再穿一啲嘅成分費嘛好啦。人家係持續有擺攤咧嚇，你係有擺攤會擺攤咧？係係喜歡。因為我也係配合喺4年嘅運動會上。12月23，家當國際運動會，我就會配合去擺嘅教長都當下，我就向伊講，暑假冇寒假喺外教，冇學費嘛做得，大家學到都冇反應。從容嘅時候，我講個江源國小我媽擺過，像我喺外教，想什麼我想要教學生嘅，就冇辦法啦，因為教長講線上踢波嘢啊，差唔多嗌，喺冇錢要排泄啊。嗰個要經費方嘅困難。要揾教免費要睇嘅。要唔係啦，當上我去教免費唔怕，我都嚟拉講過唔怕。係哦，唔教免費咩唔怕哦？唔怕啦，那有乜關係？有人好做當挑呢。係用按上去教人做呢嗬，唔係唱自家好做天天。當好教人。教人咧推廣啊，好多嘅。做乜嘅意思？唔要本人哋本人學，像有人愛做最好啊，也當少。頭都要講到嘅嘢，像也都係唔頭都以前一開始講絨毛根，絨毛根也算簡單做嘅。小花，有沙團就搞過。還有一個動物，小動物係咪？毛巾呀，毛巾狗都先比沙皮嘛搞過。用棉ผ้來做。頭擺江源關懷據點就65歲以上嘅，嗰片嘛搞過。看起來當然唔會難，當好做就雜嘅，做得出來嘅。還有嗰係魚嘅嚇。魚嘅嘛搞過，長隆嘅燒嘛搞過。頭擺到沙琪嗬，有啲沙琪，較深刻印象，沙琪喺哪裡搞？嘅嗌蚊子嘅熟魚嘅沙琪，我都搞好啊，叫做擺到2排，吊定當夾，金亮當夾，都當貼皮啦。呀個都係一般人要做起來嘅，做起，冇創嘅吊嘅安難安尼。吊嘅老人家做唔做起啦，做得。但是老人家睇啥做得啦。看2、3次就可以。還有係折紙嘅，還有好多係未有講到嘅養樂多呀，嘅係乜嘅呀？養樂多零股以下19號，就4月19號，我媽到鳳龍山去有搞呀，因為配合母親節，我做絨毛跟胸花跟蝴蝶，蝴蝶係上一次做，也是做胸花老養樂多，因為養樂多零股做得
安样有节奏，做得本身人的高，一下做一张两张，安样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个爱呢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天空落水，天空落水哦，嘿啦，就配合节奏讲啦，老声音的教啦，还有声音的叫我帮阿孙的安样。哎呀，个是唔奈好来的喏，你这个研发哦。庆贤屏东有个朋友做啦，家庭教育中心唔知么，因为从我去学校摆，做游戏嘛，发明闯关游戏啦，主要咧，老师有选做啦，我做学起啦，就越来越偏高啦，也懂适用，很爱摆摊卖souvenir，上次3月9号去联络国中嘅运动会噶，我做当人家糖豆子要来买啊。就过来买啊！生意呢，我还讲唔系人同学，叮又连续又几下生意呢来买啦，因为是温用便宜啦，好高啦。咁人家摆摊呢，像唔头都讲无按好穿，无按好卖，唔过唔去摆，我安尼几年的，又无穿无一多钱，我感觉讲过什么无？係有一啲嘅啦，希望人來買，又冇人識貨啊。像上一次鍾正斌客家先生啦，嗬，3月9號有看到佢都人人賣黃色小鴨，個紫鶴風鈴啦，個前後擺喺樹壇家有一個太太，佢講按到按講嘅都請喜歡咧，我就凊彩買佢啦。有人愛就當歡喜嘅，因為也有咧缺點，無新年就賣唔出啦。像伊安樣嘅嗬，人家唔愛啦，尤其客家人動作較省，就買一堆嘅兩堆嘅，較無貼去送人就安樣啦。也其他無適合啊，太人啥較無適合，運動會站較有啦，多數。也是6月1號2號唔係客家節過升旗日6月4號客家升旗日，咪有擺攤，咪有嗌妹啊，因為人家都買書嘅較多啦，哪個唔會冇辦法買，除非較接近新年叫生年咧，一年咧有發通假就做得啦。還係有太年4年安尼嗬。去年有到6堆文化園區手作啦，今年唔知做嘛冇攀呢，那麼有搞玫瑰花，個兔子紅蘿蔔，冇擺出來，我又拿了，先做啦哈，做嘅書都買去，一3年來咗做兩成，做我先生啦媽係講1紮2紮，要冇啊，覺得有單嘅啊，手做的，我所做就是玫瑰花、兔子。紅蘿蔔，我就用夾鏈袋材料多個地包呀，會教你安尼，搞到當貼。糖嘅就係其實冇按簡單做嘅東西嗬，唔過一個先生路一直個有熱情嘛嗬，熱情想要教，我哋了解下聽過繼續張副先生同我哋分享藝術做嘅樂趣和個心得。分享到中來福起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係蘇公義先生、胡美祥先生。羅先生有講到幾多伊嘅作品咯，嗬。唔會做嘅幾多種呢，嗬，係唔知㗎，可能有興趣啊。像頭都有講，唔會去看書，唔看到嘅，如果自家來製作係咪？嗬。還有唔看蘇公義有幾多，還有同剪嘅有關，嗬。嗰時候我用到嘅工具，我幾多嚇？唔是，當平常呢，例如剪刀啊、擦啊、迷工刀嗬，個上面膠，個鉛筆，個打火機，就當簡單的
单位制作的买一道的啦。哇，简单的工具都做会出来的东西。不过佮剪呢，佮功力没会好呢吼，像顺还有没有几多同剪纸有关的吼？枪呀，纯嘛吼，用缝贴来做的，两只硬腔哈，安样将都甲雕的，因为我希望本人将看到心情我较好，轻松过瘾啦，也春啦吼，也做迄，也做迄平安啦，平安挑事，平安，好，佮也福啦，吼，也福气的福啦吼，马当适合碟啦，新年都会也都做碟的，马做的蛋状的，头摆年还爱做30种。剪唇，叫碟，好搞啊，个喜字嘛，喺新年都啊，也下剪啦，还是贴片按样先本人讲，再剪的酱吼，叠起来，葱啊沙团吼，全部叠纯福气，个下摆一串太偏泡按样啦，按样就冻酱的，就代表沙团人有做，爱到就有做，也做得。也适合剪，要做的老人家嘛做讲述，新年都会一啥剪2种的吼，专业无甲雕啦，做迄夹个作品，安样。你用的上到按多种东西来做的呢？个想法如迄灵感哪来的呢？因为想要传承下去，又吃到当家，又一方面都想要赚钱啦，我看。因为什么生意都是较多较齐的话，我又无赚钱，也有简单的呀，我身上有统一来按样做啊。大把一摆摊，40箱的、50箱的，就麻烦我身上做啦。做出去叫我听来吼，来先的摆啊。伊咩鬼支持安尼？系啦，无讲嘅哦，因为个父亲上嘅欣赏没有提现场吼。系，甲伊无讲啊，无做诶按辛苦。唔会啦，因为看电视做，佢无差啦，佢无影响啦。甲唔嘅先生有谈论做冇？唔会嘅，伊无兴趣，无啦，佢冇摆洗头就动到诶。有种经济，有种无诶，有种槟榔诶，有动到义工可以听书啦。爱哋喺屏东家庭教育中心的义工，佢到艺术馆值班。佢无限。啊，伊开始看论生意嚟做，听论做。啊，唔做嘅过后生意嚟要听论做冇？冇啊。谁来无兴趣？全部都45岁诶，2个44岁诶。甲孙诶喏，孙诶看唔做，有孙诶冇？7诶。哦。因为喺乡下，国2每个都劳动啊，国1来诶啊，国几甲乡3诶。甲伊能规阿公阿婆都卡我看到唔系做冇？我比啦，自无学啦，有发夹我比啦，根本无戴发夹，个项链手环。阿婆送的礼物安尼。我啦，我拿做去雕奖啦。咁安尼教按到太人写字如教呢吼，老人家生意呢就教过。按教的时节。有乜嘅印象係本人自家感受程度也算挺有成就感的嘛？冇啦，冇貼片啦，假如廣告就4點嘛，平年嘅嘛，個天嘅沙頭呢點5個嘛，第3個骨瘦嘅嘛，第4就當場做紙鶴風鈴的啦，較有印象。頭擺有教過加農的老師啦，叫去外景啊教6種，加下我中國節，一下冇到貼片做嘅，5個有啦，5個。你講當場做紙鶴風鈴係乜嘅？紙鶴風鈴就正方形的紙誒，就做得紮出來啊，就嘅。你講幾片的嘢唔抵唔當場都可以做係咪？咩？老師講到紙鶴啊，我就講我就到下擺拄好有紙誒，我就
因为手工艺老师出来一定要带剪刀，我就站在正方形做，我就讲老师我做。我做比看啦，讲同學嘛可能叫我安慰，做咧我成要反應，因為我做牙行嘅，咁所以一定愛慰。你嘅卡邦嘅隨時就有剪刀啊？我做去一定剪刀較多，一定愛。一定會帶儂？自然嘛，我帶幾種嘅，因為隨時就做得做。做條的啊，的啊，折紙那底底部折紙布底部。好，隨時就可以做一啲禮物送人咧，吼。唔要點送我安尼啊？有較點，真嘅咧，病人較歪就對嘅啦，啲感覺都冇同樣啦。嗰個做藥行嘛，有藥行嘅。好處啊！我更加想到嗰店嘅感覺啊！就係我隨時伊啲材料出來，我都可以種啊。像家嘅螃蟹唔係用紙紮嘅係有啊，咁紙紮嘅當到種花呀。可是呢，安尼個像唔係像魔術師嘅呢，吼。人家唔講，要真嘅，真確。像上次給老師我卡做雜筆啊，讀到生意嚟啦，做雜筆當獎啊。我更加想說，假使一種紙嘅拿出來，可能2分鐘嘅，你執出一啲東西，一個禮物會過想念呢，拿到嘅人會過聽。其實他唔但搶生意嚟哦，連大人啊、老人家拿到，咪會感覺，我收到一個伊有過簡單。唔過又唔簡單嘅禮物呢，吼。聽到到沙灘做吼，拿到伊做個碟啊，雙面膠那個碟起來啊，我冇拿到緞帶花，就像畢業典禮不是一條嗎？上次做幼稚園搞出個一朵花，我緞帶做的，根本冇拿到過這畢業典禮花。過有去實驗室帶小朋友跳舞啊，寫來做粉色的花，寫嘛就橘色的花。哎呦，對，媽點綴啦。剛讀到，唔感覺新保險嘅係做乜嘅？最保險，一定學嘅起來嘅，係喺大部分都可以。做花啦，花較學嘅去啦。一開始我哋搞做搞花。就絨毛根那個。絨毛根花，那個花瓶我又特別裝飾，大花、小花瓶，就給養樂多給設的飲料的哈，來包裝一下，做蝴蝶結。蝴蝶結又特別高呢，跟各種嘛唔會呢，用嘅蝴蝶結唔會打，你要用左手在上面，那個線在上面。它海帶唔係蝴蝶結，海帶有啲都冇嘛同樣咧，因為我雜得出，另外當中那啲嘅，就包裝紙都有啊，還有那個大的礦泉水嘛有。係啦，大家都會打蝴蝶結，可是要漂亮的話，上次去圖書館有搞各種咧，我講唔一定買蝴蝶結哈，我做當到緞帶，剪當到緞帶就搞嘅啲樣嘅打。錯過，打冇做歪歪呢。錯，係我哋一般鞋帶我可以啊，鞋帶精彩如何誒？錯過，因為從細妹嘅衫褲有幾多有腰帶嘅，我哋我自家打蝴蝶結，都該做嘛幾咩二紅嘅都像要按簡單嘅打蝴蝶結，都可以做你嘅你唔講幾簡單。蝴蝶結唔看，又粉紅色咧，又我買地下色咧，跟毛巾壓啦，你上面你看，跟包裝紙嘅礦泉水嘅嘛有，我買四種粉紅色個有配種嘅，冇同樣嘅東西都打冇同樣嘅皮冇同樣嘅色啦。傅先生，除了做藥嘅手工藝，你還有配啲興趣嚇，還係就會做藥嘅。我還會唱歌嘅，學歌嘅，也張衣服就唱卡拉 OK 參加，11年咧參加卡拉 OK，我喺拜年咧客家嘅，好唱歌嘅，參加我家當拜年當有名嘅，我老公做嘅笛子口琴，口琴平常。上一次我兩個有批客家歌，一兩碰先生過一條花樹記。咁我一篇做蘇古兒，一篇唱歌嘅。冇，幾好唱聽聽啦。尤其當口
客家歌，唱去摇篮吼，茶蛋糕做艺啥，头摆乜艺啥，我唱客家歌，我都唱旧书老人变好路，今年冇办法太少年，我唱嘅觉得我讲按好读，34年嚟去了吼，讲许多心中默默吼，峨眉吼，佢太太就讲唔会唱峨眉夜嘛，那讲我，后我请天一年我转嚟嗌啦，是讲小姐点呀，我点嘅冇人我点，我唱呀唱完真啦。咁啊，请后輩說我明年刚下禮拜假使看到胡美香先生擺攤咧，唔但唱買一個蘇古兒，你可以點歌，可能是有可能冇，如又買蘇古兒片，然後又可以同一個先生叫佢嚟唱歌嘅哦，感覺先生嘅身份咩去愜意吼。今日感謝胡美香先生本安嚟按精彩分享，多謝多謝主持人。多謝各位觀眾，大家按支持。多謝，甲觀眾朋友接下來談論先生好好運動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訂閱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